各位街坊，平時你哋去買餸，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好似入咗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？明明大家住嘅地方都係香港，點解喺灣仔買一斤菜心要收你15蚊，但係坐半個鐘車去到深水埗北河街，竟然可以見到10蚊3斤？係啊，你冇聽錯，係10蚊3斤。呢個價錢差距唔係幾毫子，亦都唔係1、2蚊，而係差咗足足幾倍。到底係灣仔嘅租金貴到要我哋啲消費者買單，定係深水埗嗰啲平價菜背後隱藏住一啲我哋睇唔見，甚至係唔敢想象嘅真相？今日我哋就唔講啲虛嘢，直接帶大家入街市，拆解呢個蔬菜價格之謎，仲會教大家點樣一眼睇穿，一鼻聞得出嗰啲噴咗二氧化硫嘅僵屍菜，最後送你3招保命符，等你可以買得平之餘，最重要係食得安心。講到買餸，好多人都會話平嘢冇好，好嘢冇平。但係對於我哋呢啲精打細算嘅香港人嚟講，如果可以用10蚊買到人哋賣15蚊嘅嘢，嗰種滿足感真係大過中6合彩。我哋先嚟睇下灣仔。灣仔區，尤其係鵝頸橋一帶或者灣仔道嗰邊嘅街市，雖然話係老牌街市，但係因為附近好多寫字樓，又係傳統富人區嘅邊緣，嗰度啲菜好多時都標榜係精選，當日新界直送。喺呢啲地方，15蚊一斤菜心其實係基本消費。但係當你轉過頭去到深水埗，尤其是培河街、大南街一帶，嗰度嘅競爭簡直可以用慘烈嚟形容。10蚊3斤，5蚊2包，呢啲字眼就好似唔使錢咁貼滿晒成個街市。你可能會問，通脹咁犀利，而家係2026年初，物價明明升得好勁，點解仲可以有10蚊3斤菜？首先，我哋要明白香港街市嘅運作邏輯。深水埗之所以平，租金當然係一個因素，但絕對唔係全部。深水埗嘅街市好多係走大棚貨路線。咩叫大棚貨？即係啲商販會喺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一次過攞極大量嘅貨。因為深水埗嘅人口密度極高，街坊對價格極度敏感，薄利多銷係唯一嘅生存之道。如果你賣15蚊一斤，隔籬賣14蚊，你嗰啲菜就可以留返嚟拜神。所以佢哋會選擇一啲外觀可能冇咁完美，或者係批發市場尾段嘅正貨嚟平賣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如果只係因為外觀或者租金，價格差距應該係有限度嘅。點解可以差到幾倍？呢度就要揭開一啲唔可以公開嘅秘密。喺批發市場，菜都有分等級。有一種菜，我哋行內人叫加工菜。呢啲菜喺採摘落嚟之後，為咗應付長途運輸，或者係為咗喺街市擺足成日都仲係咁新鮮翠綠，佢哋會經歷一啲你想象唔到嘅過程。你有冇試過買完啲菜返屋企，明明喺街市睇係好靚好挺拔，但係洗嘅時候陣味硬係怪怪地，甚至浸咗好耐水，啲水都仲係有一陣好似火柴頭或者藥水咁嘅味。如果係咁，恭喜你，你可能已經買到噴咗二氧化硫嘅菜。氧化硫呢樣嘢本來係一種合法嘅食品防腐劑，但係通常係用喺乾貨，好似係果乾、中藥材咁。但係而家有啲無良嘅源頭供應商，為咗令啲葉菜唔好咁快黃，唔好咁快爛，竟然會喺運送過程入面噴灑二氧化硫溶液，或者直情喺包裝袋入面放入二氧化硫產生劑。二氧化硫最大嘅作用就係殺菌同埋漂白，噴咗佢，啲菜葉就算已經擺咗幾日，都會保持住一種唔自然嘅假綠。原本應該枯萎嘅菜莖，噴咗之後會變到好爽脆。呢啲就係點解深水埗有啲菜可以賣到咁平嘅原因之一，因為佢哋可能係一啲延期壽命嘅菜，佢哋嘅保鮮期唔係靠低溫物流，而係靠化學手段。咁到底點樣可以聞得出、睇得出？我哋而家就進入最實用嘅環節。好多街坊話我鼻敏感，聞唔到喎。其實二氧化硫嘅味係好獨特嘅。如果你行埋去一堆菜度，明明係新鮮蔬菜，理應有一陣淡淡嘅草青味或者泥土味，但如果你聞到嘅係一陣刺鼻、
帶點酸酸地，甚至令你喉嚨有啲癢、想嗨嘅感覺，咁呢堆菜9成9係有問題。因為二氧化硫係一種刺激性氣體，對於我哋嘅呼吸道係非常有攻擊性嘅。再嚟就係睇顏色，新鮮嘅菜心綠得嚟係有層次嘅，葉物應該係清清晰晰，莖部應該係帶點自然嘅白綠。但係噴咗二氧化硫嘅菜，佢嗰種綠係好似熒光綠咁。成棵菜睇落去好似假嘅一樣，完全冇枯萎嘅跡象。最明顯嘅係，新鮮菜如果擺喺街市常溫下幾個鐘，葉尖一定會開始變軟或者發黃。但如果你見到嗰啲菜喺下午5點、6點，仲係同朝早8點一樣咁挺拔、咁翠綠，甚至連一粒黃葉都揾唔到，你就要小心啦。除咗睇同聞，第三招就係觸感。你可以試下用手指輕輕掐一掐個菜莖。新鮮嘅菜係充滿水分，有一種爽手嘅彈性，但係化學處理過嘅菜，個莖有時會顯得特別硬，甚至有一種膠感。更恐怖嘅係，有啲菜浸過化學水之後，你摸完之後，手指會有一種澀澀地、洗唔乾淨嘅感覺，呢啲都係化學殘留嘅徵兆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話：哎呀，我食咗幾十年都係咁啦，唔通真係會食死人咩？各位，呢個觀念真係要改一改。我哋而家係2026年，大家對健康嘅要求已經唔同晒。二氧化硫如果攝入過量，最直接嘅反應就係會破壞我哋體內嘅維他命 B1，影響新陳代謝。如果你係有哮喘病史，或者係對化學品敏感嘅體質，呢啲殘留物可能會即時引發過敏反應，輕則頭痛惡心，重則會引起呼吸困難。長期食呢啲化學菜，對肝臟同腎臟嘅負擔係極大嘅，尤其係屋企有老人家同小朋友，佢哋嘅排毒能力弱，受害會更深。咁係咪代表我哋一定要去灣仔買15蚊斤嘅貴菜先安全？又唔一定。其實深水埗都有好嘢，重點係你要識得點樣揀，同埋返到屋企點樣處理。而家我就教大家3招自保法。呢3招係結合咗老師傅嘅經驗同埋現代營養學嘅建議。第一招，一定要先浸後洗。好多人買完菜返嚟，求其沖2沖就落鑊。如果你買嘅係平價菜，呢個動作係揾自己條命嚟搏。正確做法係先將啲菜切去根部，然後擺喺流動嘅清水下面沖一沖表面嘅泥沙，之後準備一大盤清水。將啲菜浸喺入面至少15至20分鐘。點解要浸？因為二氧化硫係水溶性嘅，透過長時間嘅浸泡，可以帶走大部分嘅表面殘留。切記，浸嘅時候唔好加鹽，因為鹽水反而會令到農藥或者化學品更難溶出嚟，用最普通嘅自來水就得。第二招，煮嘅時候唔好冚蓋。呢一招好多後生一輩都唔知。二氧化硫係具有揮發性嘅。當你將菜落鑊炒或者白灼嘅時候，唔好即刻蓋上煲蓋，讓啲水蒸氣帶住殘餘嘅二氧化硫揮發走。你會發覺，如果你開住蓋煮，有時會聞到一陣怪味散出嚟，嗰啲就係被逼出嚟嘅化學物質。等啲味散得咁上下，再蓋蓋或者直接上碟，咁樣食落肚嘅化學品就會少好多。第三招，分散投資，唔好獨沽一味。呢個係消費心理學，亦係保命學問。你唔好因為深水埗某一個攤檔啲菜特別平，就日日去幫襯佢。你可以今日喺呢檔買，聽日去嗰檔。更重要嘅係，唔好淨係買嗰幾款熱門菜，例如菜心、芥蘭。呢啲菜因為需求大，最容易被大規模化學處理。你可以試下買一啲本地溫室菜，或者係一啲比較冷門、生長期短嘅菜。呢類菜通常比較少需要用到大量防腐劑。其實灣仔同深水埗嘅價格戰，背後反映嘅係香港呢個城市嘅生存狀態。灣仔賣嘅係一份保證，入貨渠道通常比較穩定，對質量嘅要求亦都相對高一啲。但係15蚊斤，入面起碼有5蚊係交咗俾業主。而深水埗賣嘅係一份生存，攤販要喺極低嘅毛利入面生存落去，就唯有喺成本上落手。
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唔係要排斥平嘢，而係要平得精明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我哋阿媽嗰一代以前買餸可以咁放心？因為以前嘅農業生產冇咁大規模，運輸亦都冇咁跨地域。而家我哋食嘅菜，可能係前2日仲喺廣東或者更遠嘅地方，要經過幾百公里嘅車程先來到香港。為咗保證到你手嘅時候仲係靚仔，供應商真係各出奇謀。除咗二氧化硫，仲有冇其他嘢？當然有，例如一啲非法嘅保鮮劑，甚至係用嚟增加重量嘅噴水技巧。講到噴水，呢個係街市嘅基本功。你有冇見過啲菜檔阿姐，隔10分鐘就攞支噴水壺喺度噴噴噴？噴水本來係為咗保濕，等啲菜唔好乾。但係如果你見到啲水係奶白色嘅，或者噴完之後啲菜變得特別光亮，好似打咗蠟咁，你就要留心。有啲攤檔會喺水入面加入一啲磷酸鹽類嘅物質，增加菜葉嘅含水量，等啲菜稱起來重啲，又可以令菜葉睇落去更有光澤。呢啲雖然唔係劇毒，但食得多始終對身體無益。所以話買餸真係一門學問，與其追求極致嘅便宜，不如追求性價比。如果你見到啲菜平到唔合理，例如10蚊可以買到4斤、5斤，你真係要問下自己，呢啲菜係點樣種出嚟，點樣運過嚟嘅？農民要賺錢，批發要賺錢，司機要賺錢，攤檔又要賺錢，最後賣俾你10蚊4斤，扣除成本，嗰棵菜嘅價值可能連幾毫子都冇。咁幾毫子1斤嘅菜，佢會用咩水嚟灌溉？會唔會用咗過量嘅化肥同農藥？呢啲都係我哋平時唔會去想，但係又切切實實影響緊我哋健康嘅問題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案例。我有個朋友，以前係典型的深水埗平菜擁躉，佢每日都會去揾最平嘅菜買，覺得咁樣先係持家有道。直到有一排，佢成日覺得腸胃不適，睇咗好多個醫生都揾唔到原因。後來有個老中醫問佢平時買餸嘅習慣，建議佢試下改買一啲標明係本地生產或者係有機認證嘅菜，就算貴少少都好。結果佢試咗1個月，嗰種不明原因嘅惡心同脹氣竟然消失咗。呢件事話俾我哋聽，身體係最誠實嘅，你俾咩嘢佢，佢就會反映啲咩俾你。當然，我唔係叫大家個個都去買有機菜，畢竟有機菜嘅價錢唔係人人負擔得起。但係我哋可以做到嘅係提高自己嘅覺察能力。去街市嘅時候，唔好只係低頭睇價錢牌，要抬頭睇下啲菜嘅狀態，聞下陣味。如果你發現某一個檔口嘅菜雖然貴咗少少，但係陣草青味好清香，洗嘅時候水都清啲，咁就算貴2蚊斤，呢2蚊其實係買緊你嘅健康。另外，我哋都要學識觀察天氣，例如大雨過後，菜價通常會升。如果你喺大雨之後，仲可以喺深水埗見到極其便宜，而且外觀完美嘅菜，咁就更加要提高警覺。因為雨後嘅菜通常容易爛，如果仲可以保持咁靚，好大機會係加咗藥水。呢啲生活小常識，其實就係我哋嘅自保之道。最後，我想同各位街坊講，生活喺香港呢個節奏咁快嘅地方，好多時我哋都係為咗生存而奔波，買餸煮飯已經係好攰嘅事。但係飯台係屋企嘅核心，一家人嘅健康都係由呢幾棵菜、呢碗湯開始。唔好俾嗰幾蚊嘅差價蒙蔽咗你嘅雙眼。灣仔嘅15蚊同深水埗嘅10蚊，中間差嘅唔單止係地理位置，更係一種對生活品質嘅取捨。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啲內容，可以幫到大家喺下次去街市嘅時候，多一份心眼，少一份冒險。記住嗰3招：一睇、二聞、3摸，反到屋企浸透、煮透。我哋唔求大魚大肉，但求每一啖入口嘅蔬菜都係真真正正、簡簡單單嘅大自然味道。買餸唔單止係買嘢食，更係一場智慧嘅博弈。祝大家每一餐都食得健康，每一日都精打細算得嚟，又活得有滋有味。如果大家覺得呢啲資訊有用，
下次買餸嘅時候可以話俾身邊嘅親戚朋友知，尤其是係嗰啲中意去深水埗掃平貨嘅老友記，提醒佢哋平嘢唔係唔好，但係一定要識得點樣處理。我哋香港人最叻就係變通同埋自強不息，喺食嘅方面，我哋更加要發揮呢種精神，自己守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去另一個街市，繼續拆解更多你唔知嘅生活真相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大家聽完之後，聽日去街市買餸嘅時候，不妨試下用我教你嘅方法去觀察下。如果你發現咗啲咩奇特嘅現象，或者有更好嘅買餸心得，記得同身邊嘅人分享。大家互相提點，我哋呢個社區先會變得更健康、更美好。再見各位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買餸順利。